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睇片之前呢，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多謝晒啊！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下午2點24分左右，何文田愛民村德民樓一間單位廚房突然傳出巨響，好似爆炸咁，嚇到附近街坊即刻報警。消防同救護人員好快趕到現場，發現火頭就喺廚房位置，佢哋即刻開喉射水，大概26分鐘就將火完全救熄。幸好今次事件冇人受傷，現場暫時未有發現任何人燒傷或者中毒嘅情況。據了解，涉事單位係德民樓某層，火勢主要集中喺廚房同露台一帶。單位內部牆身同窗簾都燒到黑晒，露台有啲膠板燒到變形扭曲，爆炸威力唔細。廚房內嘅洗潔精樽、毛巾、抹布同其他雜物竟然被氣浪推出窗外，飛落到對面馬路同樓下晾衣架，搞到街坊啲衫褲都要重新洗過。樓下有居民見到啲雜物散落一地，即刻落樓清理，避免影響其他人。事件發生後，大約50位附近居民自行疏散落樓暫避，場面一度有啲混亂，但多得消防同警方維持秩序，冇造成更大恐慌。警方到場後即刻封鎖現場，調查起火原因。初步睇嚟，火警可能同廚房內某啲物品或者電器有關，但具體點解會有爆炸聲同氣浪？消防同警方仲喺詳細檢查單位內嘅痕跡，包括燒焦位置同殘留物品，暫時未有正式公布確實成因。愛民村係何文田區一個老牌公共屋邨，入面住咗好多家庭同長者，平日生活環境相對穩定，但近年區內都發生過幾次火警事件，例如之前有工地廢料起火、電梯大堂雜物燒起，甚至專線小巴起火等。雖然大多數都冇人傷亡，但都令居民提高警惕。今次廚房疑似爆炸，更加提醒大家要小心家居安全，特別係使用煤氣爐頭、電器同易燃物品嘅時候，千祈唔好掉以輕心。現場有街坊形容爆炸一刻好似雷聲咁響，單位窗玻璃震到震，樓下行人以為發生咩大事，紛紛抬頭望上樓，之後見到黑煙滲出窗外，同埋雜物飛落街，場面真係有啲驚險。消防員帶住煙帽衝入單位救火，動作好專業，迅速控制火勢，避免火蔓延到其他樓層或者隔離單位，呢點真係值得讚賞。目前警方已經將事件列為調查案件，會進一步檢視單位內嘅電線、煤氣喉同廚房用具，睇下係咪電氣短路、煤氣洩漏定其他因素引致。居民都好關心後續安排，部分人擔心單位要維修，暫時唔知幾時先返到屋企。房署同社工都已經介入，協助受影響嘅家庭提供臨時支援。各位街坊，家居安全真係頭等大事，平時煮飯記得有人睇住爐頭，用完電器即刻拔掣，易燃嘅嘢唔好亂放近火源。希望今次事件成為一個警號，大家多啲注意，減少類似意外發生。消防同警方嘅快速反應，亦都保障咗更多人嘅安全。各位觀眾，呢段新聞為你報道到呢度，再見。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下午喺長沙灣區突然爆發一場驚心動魄嘅火警，地點正正就係魚類批發市場同副食品批發市場對開嗰塊空地或者路邊。事發時間大約係3:22左右，現場突然有多架車輛同時起火，火光衝天，濃煙滾滾直衝雲霄，黑煙密到遠處，好多地方都清晰望到。由西九龍文化區一路延伸到部分港島區，都見到呢條煙柱，搞到整個天空都變咗灰黑色，情況極度緊急同震撼。據現場情況，至少有4至5架車被波及，火勢發展得極快。消防員接報之後，即刻出動大量人手同設備趕到，開喉射水，全力撲救，試圖盡快壓制火頭，避免火勢進一步擴散到附近市場或者其他車輛同建築。幸好到而家為止，暫時冇聽到任何人受傷或者有傷亡嘅報告，救援行動都好及時同有效。長沙灣魚類批發市場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嘅海鮮供應樞紐，
每日清晨開始就車水馬龍，大量貨車運送新鮮魚獲出入，附近副食品市場都一樣繁忙，停泊嘅車輛特別多，尤其係運貨嘅輕型貨車同私家車。今日呢次火警發生喺市場對開位置，起初可能只係一兩架車出事，但火勢蔓延得太急，迅速燒到旁邊其他車，導致多架車同時陷入火海。目擊者話，火起嗰陣煙好黑、好濃，味道好刺鼻。附近居民同上班族即刻驚慌，有人即時用手機拍低濃煙衝天嘅畫面。傳開之後，更加多人關注同討論。消防員到場之後，見到火勢已經好猛烈，即刻部署多條水喉同時射水，仲有煙霧隊入火場搜救同控制。過程好緊張，但佢哋好專業，成功將火勢控制住，冇俾火蔓延開去，否則後果真係難以想象。因為呢區貨物多，車輛密集，一旦失控，可能影響整個市場運作同周邊安全。講到呢區嘅火警歷史，其實長沙灣魚類批發市場同附近副食品市場過去幾年都唔止一次發生類似事件，好多時都涉及貨車或者車輛起火。譬如之前有貨車喺市場內或者對開位置突然冒煙燒起，火勢波及旁邊車輛，結果車身燒到只剩鐵架。警方當時都懷疑有人為因素，列為可疑案件，甚至縱火跟進調查。仲有其他火警，好似市場內鋪位冷氣機故障突然起火，或者電線短路引發火頭。雖然規模唔同，但都造成一定混亂同疏散，幸好大多數都冇人傷亡。呢啲事件反映咗呢個區域因為運輸頻繁、車輛多、油路同電線容易出問題，潛在火險一直存在。今日呢次多架車同時起火，煙霧遠處可見，規模明顯大過之前好多宗。消防需要動用更多資源先控制到，更加證明呢區防火工作要加強。現場附近嘅市民同途人好多都嚇親，有人話煙味好重，空氣質素即刻變差，部分人即刻離開現場避開濃煙。警方現階段正全力調查起火原因，因為多架車同時燒起，情況唔尋常，估計會檢查車輛狀況、附近監控同目擊者證詞，暫時未有公布係意外定有其他可疑因素。但無論如何，呢次火警都係一個警號，提醒大家喺工業區同批發區停車時要小心，車輛保養絕對唔可以鬆懈。油路、電線、電池等都可能成為隱患。市場管理方同有關部門之後應該加強巡查、防火宣傳同設施檢查，避免類似意外再發生。消防員喺現場灌救過程都好辛苦，控制火勢之後仲要射水降溫同善後，確保冇復燃風險。濃煙影響可能持續一段時間，途經呢邊嘅朋友要留意空氣同交通情況。今日長沙灣呢場多車火警雖然最終受控，但過程驚險，濃煙衝天嘅畫面令人印象深刻，亦都暴露咗呢區長期存在嘅安全隱患。希望警方盡快查清真相，有需要嘅話加強巡邏同預防措施。現場最新情況，消防同警方繼續跟進。市民如果有相關資訊都可以提供俾當局。呢次事件雖然冇人傷，但都值得大家反思日常防火意識，尤其係車輛同批發區嘅安全管理。希望香港各區都吸取教訓，減少火警發生，讓大家生活更安心。各位觀眾，呢段新聞為你報道到呢度，再見。嗱，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有其他唔同嘅題材，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多謝你哋嘅支持，係咁先，拜拜。